这个已经处理完了，那处理完了，结果要分享，要按那个分享，要按分享，选择需要想要传送的档案，声音档、文字档，按文字档，按文字档，按文字档，哦，也可以传到 Line 啊，微信、WeChat、Line Keep。可以传到那个，你看，脸书、Facebook 的动态，Messenger 也可以翻译，云端应对大声朗读微信收藏，Google 翻译，电子邮件邀请好友，剪贴簿好多种。现在先传到电子邮件信箱。廖老师介绍易经，长度21分钟16秒。那到电子邮件信箱去看那内容。这个是更新安装完了，你看那像类似的文字变语音变文字的手机程式。现在要去找电子邮件信箱 Gmail 电子邮件信箱逐字稿，你看第一项逐字稿。逐字稿是怎么这么短呢？不是这个啦。也不可以泄露三宝，二不反到拜得三多了。跑到哪里去了？逐字稿那个跑到哪里去了？如此，我们才可以回天上的故家乡。呀，停逐字稿了，人家在这里才应该按这个啦。要按这个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有办法？这不准呢。那这样不行啊，这样翻译出来的不准呢。这差很多。2. Do not do anything illegal, immoral, or harmful to yourself and others. 这样不行，差很多。不